歡迎大家嚟到 Soul Talk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上一集提到守住自己嘅能量，好運先可以進入到嚟俾你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嘅 tips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第一樣係當你要幫人嘅時候要量力，有時過度嘅付出係一種消耗，可以喺自己嘅範圍內去幫人係一件好事，但係你都要 set 一條底線俾自己，唔好過度付出。第二樣嘢就係守住自己嘅信用，才能守住自己嘅財運力量。第三，聲音語言係充滿咗能量，如果成日都講啲唔好嘅嘢，呢一個最後就會回到自己嘅身邊，所以要學懂說好話。成日最多人講嘅就係冇錢，由今日開始唔好再講呢樣嘢啦，開始同自己講，我吸緊財，財源滾滾來。當你有呢一個無意識嘅講呢句說話嘅時候，你就將佢轉一個念，記住講我吸緊財，財源滾滾來。第四就係幫自己養氣。當你一早起身嘅時候，你可以伸一個大嘅懶腰俾自己舒緩一下，之後你可以沖一個熱水涼，洗個面。女孩子之後可以放個淡妝，輕輕搽自己喜歡搽嘅淡香水或者精油，令自己今日充滿能量。可以嘅話，提前5至10分鐘起身，俾自己做一個靜心，嚟迎接今日美好嘅一天。第五就係要相信自己嘅直覺力，特別係女孩子，你哋嘅直覺力有時仲犀利過 GPS 啊！如果你覺得某人或者某件事怪怪嘅感覺，可以直接 say no， 唔需要猶豫，亦都唔好忽略心入邊嘅聲音，因為宇宙一直都喺你身邊靜靜地幫緊你。你要相信你嘅直覺力。而家我哋可以善用呢5至10分鐘去做一個小小嘅練習，揾一個舒服嘅地方，靜靜地坐喺度，放鬆膊頭，先做幾個深呼吸。心中你可以默念，我接受宇宙嘅安排，一切對我好嘅自然就會嚟到。我相信宇宙為我安排嘅就係最好，感謝宇宙。你可以感受下身體嘅流動，放鬆身體，一路默念住以上嘅肯定句。如果當中有畫面浮現嘅時候，你可以讓佢自然嚟，自然走，唔需要停留喺呢個畫面帶來嘅影像。如果當中係一啲唔好嘅能量，你亦都喺呢個時候可以送佢走，感受多幾分鐘俾自己。最後你可以俾多幾個深呼吸自己，慢慢張開雙眼，鬆下個膊頭。而家可以去飲一杯暖水，讓呢個新嘅能量進入你嘅身體同埋生活。想象呢一份美好嘅能量能透過你流向俾更多嘅人。好運係自己收返嚟嘅，由生活小事開始做起，由今天開始改變自己嘅心態同埋修好自己嘅心態，說好話，存善心。當你不再用力去討好別人嘅時候，亦不再委屈自己嘅時候，你嘅氣場就會自然回到平衡點，亦都回到穩定嘅狀態。咁你期待嘅驚喜就會好快出現喺你前面㗎喇。相信自己係有能力可以做得到。感謝大家收聽今集嘅 Soul Talk， 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